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伫礼拜日会当看到大家，会当咱来到礼拜堂，咱要同齐伫遮来敬拜主吼。你要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互阮会当进入你的殿院，互阮会当徛伫你的宝座前。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会当伫你面头前，会来称呼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有即份的福分，拢是因为阮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来赎回阮，阮才有会当得到即份的福气。主，阮虽然徛伫有罪的世界，阮的身躯边，阮的环境。阮嘛看到侪的罪恶，有时是贪婪、引诱，所以互阮有时会心艰难、心痛苦。总是阮有主耶稣，有圣神，逐日伫引带阮，会当行伫主你为阮备办的路上。主帮助阮有信心依靠你。阮对伫要来敬拜你，对伫你话语中间，互阮的信心搁较坚固，互阮会当行伫主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顶面来荣耀主你。主伫今仔日特别要来守圣餐，互阮搁来纪念你，为着阮流出宝血，来赎回阮的时阵，当阮捧杯，摕着饼。的时阵，互阮阁会当来思考，阮的生命是毋是甲主有结连？主帮助阮需要你来引带阮。阮伫今仔日会敬拜甲守圣餐，阮拢要完完全全将阮家己来献伫你面头前，互阮今仔日所有的服侍，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要礼拜进前，咱提先来锻炼咱今仔日的信息吼。咱提先来掀开361首，这首诗歌咱伫新圣诗内底才有诶吼，较毋捌唱，较生疏。我紧咱来练看卖。咱请司琴吼，甲弹一遍，互咱听看卖安尼吼。请咱来看迄个正评吼，遐有写《哥林多前书》甲马太18章20节吼。伫18章20节有讲凡那奉主的名，2、3人聚集，我就要伫遐。伫第9章的20节，遮嘛有咧讲，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伊对伫耶稣的后壁，敢若摸着伊的衫躯。伊伫20节安尼讲，伊的心内有安尼讲：我敢若摸着伊的衫躯，我就要得到完全。这是信心吼。咱伫即摆搁要来领圣餐的时阵，作事爱咱会当用信心甲主结连。经嘛是安尼慢慢啊，所以咱伫慢慢伫吟即首诗的时阵，咱会当。渐渐来想讲，咱的生命甲主是毋是真正结连真深吼？
互咱会当领受主耶稣的疼了后，咱的生命是毋是有安尼得到改变吼？好，咱来唱看卖了吼。情感，好来。求先生感动阮谦卑，奉主名真日教会，今仔有能杀人主日，愿靠心里达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梦里三古真宝贝，第一再过一遍。求先生感动阮谦卑，奉主名真日教会，今仔有能杀人主日，愿靠心里等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梦里三古真宝贝。第二节，第二是有主的使徒，奉基督生命制度，感谢主万米的上帝。淡淡的表旁背健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交杯有情那坚固。第三节来，将大志生活甲啉食，拢变全的天家先。一帮赞关心甲分享，献出最真实好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重视好细心献献。虽然敢若无真好唱吼，无要紧，咱豆豆啊唱安尼吼，咱过来唱第一节就好，好无？第一节，真是感动阮谦卑，奉主名真日教会，今仔有能杀人主日，愿靠心里等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梦里三古真宝贝。好，咱个献开187首，这是咱这个月的月歌吼。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咱来唱2遍哦吼。好来，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重要信息，我命真理，着有信息，望真好，其中最多的就是真好。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重要信息。天命真理，着有信息，望真好，其中
就是真好。上尾啊，即句吼，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吼。有阵时啊，因为伊分开啊，所以有阵时会感觉会去唱毋着。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吼。好，请咱闭万心来做咱今日的礼拜。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你的圣殿来敬拜。圣诗新圣诗第187首，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重要信息、活命真理，就有信心、盼望、仁爱。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请今日吟全首，咱要吟2遍。下面咱同心开嘴用主祷文来祈祷。主祷文伫周报第7面。主祷文，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咱来启应。今日咱要启应的所在，启应文第4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伫新约圣经后壁面1071面。咱三角来启应。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
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底侍候。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口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啊？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听到遮，接续咱的吟诗俄罗上帝神圣诗第120首。上帝权能实在奥妙，上帝权能实在奥妙。宇宙万物表现奇巧，独生圣囝临到世间，拯救罪人脱出灾难。请起立，吟全首。请坐。下面献诗，今日主日学，因要献诗，因献的诗歌，信靠每一句应许。
主流的遮的囡仔伫7月初4到初6的这段时间，感谢咱正兄姐拢为因咧代祷，互因会当真圆满来完成这个夏令营。即届夏令营参加的拢总有19位，19位的囡仔甲9位的这个童工，所以因去到这个乌来这个所在，3天2暝。我想，互因有真好的体验。即届因的主题是忍耐甲原住民的智慧的生活，所以咱都会当看到，伫即个影片内面，因有参与学习侪伫原住民的生活内面。即个中间，我想咱主日学的老师真讶异就是迄个竹筒饭因爱家己野鸡啊去记迄个竹筒普通时咱可能伫厝内底，咱袂互遮细汉的囡仔去野遮个物件，总是甲因真正确甲因讲安怎做了，每一个囡仔因拢完成了家己迄个食饭碗，就是迄个竹筒还有侪的代志，我想伫遮老师因的努力以及课程的配合的内面，互因一届搁一届去学习，毋但爱家己煮要食的物件，嘛学习要安怎来生活。咱都有看到有一个大火炉，迄嘛是真看起来真危险。总是囡仔家己摕迄个肉伫遐烘肉，烘了后家己食迄块肉，有熟无熟拢爱吞落去，这就是吞忍好，无论安怎。看到因即届宴会了后转来，发觉甲遮囡仔拢大汉啊！我想咱继续为因祈祷，互明年互遮囡仔搁一届来参与着夏令营，互因伫咱的上帝恩典的内面，互因一天一天长大。咱搁一届为着遮囡仔，咱伫咱的祈祷中间为因祈祷。以上。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众兄弟姊妹搁一摆组织，阮来敬拜你，阮来学了你。为上帝，阮要为着即礼拜来，因为阮的软弱无够额，即使阮所做所行无合你旨意的所在，恳求你的赦免。我们为着即礼拜你的平安，甲阮三角之地。以及为阮所成的事，阮献上阮的感谢。常时兄弟姊妹当中，如果即个时阵因伫工作上、经济上、身体健康，也是家庭关系有拄着逼迫、恶担当的代志，恳求天父上帝，你来引带，你来看顾甲保守。教会今仔日要举行圣礼典，主，阮感谢你，你为着阮担当阮众人的罪过，拍破你的身躯，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求主帮助阮。当阮一摆搁一摆领受你的饼、啉你的杯的时，阮的灵命嘛会当日日成长。哪来哪日捌福音的真理，伫性命嘛哪来哪有主的款式。成日主日学即季的课程，今仔日是最后一课，甲主三拄伫北大年。伫即期的课程当中，阮看见有人甲主你三拄伫亚利高城，伫西罗后水池，伫以马五斯。加碧龙、甲北大年等等的所在，对圣经的记载当中，阮清楚看见，伊若是带着信心来超找你的，无论是家己，无论是伊的亲人，也是伊所听的萝卜，因的病拢得到医治。嘛，相信因为安尼的经历，因来认捌相信永远活命的救主耶稣。恳求主你帮助阮，回想伫阮的生命当中，阮伫啥物时阵，伫啥物所在，甲你相拄。是伫阮的工作当中，是伫阮的家庭当中，是阮的身体病痛顶面，也是倒一摆，阮可能是伫咧开车、伫咧骑车的途中，阮拄着真大的危险。主，你迄个时阵甲阮相拄，你极大的恩典临到阮的身上。求主帮助阮，亲像以马五斯的即两位学生一样，你开阮的心的目睭，互阮因为认捌主，阮的心欢喜着跳。最后，阮也为着即礼拜。后来，即礼拜8月18到23，玛纳团契甲少年团契伫桃园巴连教会要举行的福音队甲生活营来祈祷。感谢主，你互即群少年人伫因少年时阵都会当认捌你，
来明白福音的真理，也意爱奉献因的时间甲因的温数来为主做工。恳求主看顾因伫福音对以及生活影时间出入拢有平安甲因伫地，也伫服侍当中更加明白主你的真理。阮将这些拢摆咧伫天边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帮助看顾保守。阮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来看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圣经节是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伫旧约圣经第749面。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现着我来读。我要为着我所亲听的唱歌，是我所听的下歌，论伊的葡萄园。我所亲听的有葡萄园伫真肥的山头，伊开垦迄个园，筑起石头，栽上顶的葡萄树，伫园内起一座楼，各掘酒窟伫遐。5万结好的葡萄，无拍算结野葡萄。恁徛起耶路撒冷的甲犹大人啊，当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判断对毋对？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以外，还有啥物通做啊？我5万结好的葡萄，怎样反转结野葡萄啊？第5节，当我甲恁讲，我要对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要拆起篱笆，互伊受吞灭；拆毁围墙，互伊受吞踏。我要互伊荒废，无过修整，无过除炭，发转发刺啊，甲治理。我也要命令云无落伫伊的顶面，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伊所欢喜的树就是犹大人，伊所仰望的是公平，反转有薄约；所仰望的是公义，反转有叫冤枉。下面讲到今仔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期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时刻甲阮同在，你时刻保护看顾阮，互阮伫每一天的中间，阮拢领受对你下来稳定听读。一时刻恳求信心伫阮中间运行，帮助阮进入到你的话语中间，阮来领受甲你三度的喜乐。阮将阮所需要的美粮，恳求上帝赏赐互阮。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的题目是上帝的期待。那呢，毋知各位兄弟，你对牧师今仔要讲道的内容有期待无？有吼，好。安尼压力足大的吼。期待其实咱会当讲，敢若亲像一个真抽象的概念。伊敢若亲像是有一个目标，有即个目标会当互咱有一个动力，会当继续往迄个目标来行。期待嘛敢若是亲像讲，咱已经设定好迄个上尾咱要到的迄个终点，咱等待迄个结果的一个规个过程。所以，咱所期待，就是咱要期待，伊要来到咱中间迄个上尾的答案。这个过程也是这个答案，有时敢若会甲咱所设想的是同款的，
有时可能会淡薄仔失错，会无啥共，敢若无符合着咱原本所设定的。有时会完全无共款。所以伫咱一生的内面，咱拢会拄着即款的状况。那呢，咱想看觅，咱所面对无论是倒一项事，伊的结果，是甲咱所期待是共款呢，也是差不多呢，也是无共款呢？咱所面对这三种的状况，倒一项较多？咱若对于圣经内面旧约的内面来看，旧约内面的先知，伊代表着上帝来以色列百姓讲话。先知伊所讲的内容，其实这中间拢有上帝期待存在。每一位先知伫无共款的时代，因所面对的状况无相同，但是上帝拢透过先知要甲以色列百姓讲，上帝是怎样咧听所有的人，怎样对因有一个期待伫地。以赛亚，伊是住伫耶路撒冷的先知，伫伊迄个时阵，拄啊好是南北两国分裂的时刻。以赛亚伊知影伫南国犹大国，互即个亚述所侵犯的时，即个是看起来真大的危机。不过，住伫耶路撒冷的以赛亚，伊知影，这毋是因面对上大的危机，因为整个威胁犹大国的是因的犯罪，因违背上帝命令，因无去信靠上帝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上帝通过以赛亚发出警告，以及上帝实际行动，来警告因，来提醒因，爱因所有的百姓甲领袖，爱过着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而且，甲以色列人讲，恁若拒绝听上帝的命令，那呢，恁上尾要面对的是灭亡甲毁灭。今仔日咱所读以赛亚书第5章，咱若对第1章看到第5章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这是以赛亚受上帝呼召进前，上帝对以赛亚所讲的话。这个中间记录着以色列人因所犯的罪，而且有咧描写因犯了什么罪，嘛表示着因落尾要来强定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重新起造的耶路撒冷，要成做以后以色列人因的避难所，互因伫上帝保护的内面。第5章第1节到第7节，咱若对圣经来看，有一个标题写着“葡萄园的歌”。上帝借着以赛亚来诉说以色列人所珍惜的这个葡萄园，用吟唱的方式，要互以色列百姓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以赛亚用第一人称来称呼家己，来互人来进入到这个诗歌的中间。所以讲，听我为我所亲爱的上帝唱一条歌。这首诗歌是要甲我的上帝以及伊的葡萄园的代志。咱若对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看到，葡萄园的主人用全部的精神，已经备办要真久长来经营这个葡萄园。葡萄是以色列人因生活中真重要的产物。徛起伫迦南地的人，因拢知影要安怎来管理、照顾这个葡萄园。伫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伫真侪石头、山区、这个山坡地的所在，因爱用真侪心力来做好这个水土的保持，那呢种出来葡萄，才会结出真理想的结实。
所以经营葡萄园的主人，伊就选了一块真丰富养分的山坡，伫迄个所在有太阳咧照，是种葡萄真好的所在。所以咱看到经文咧描写到，葡萄园的主人就开始整理土地，甲土地创互松，捡石头，甲清理石头拢清出来，然后用这个石头甲贴起来，来围做产地的界线。用这个石头建造一个厝，建造一个守望台，因种了一个品种真好的葡萄树。伫整个葡萄生长的过程中间，因除草、修剪，为着要互这养分留迄个更较臃肿的基来结果，照时压水灌压。这是葡萄园伊要主人伊要长期来经营伊的用心，所以伊要伫这个葡萄园内底嘛挖一个窟仔，将来要做酒来用的。这个是葡萄园主人伊的心。不过到了收成的时，所结出来的果实，每一个果实，每一粒葡萄，是酸佮涩，是无甜味的。那这种的葡萄是无法度做上好的酒，可能连要做嘛无法度做。若是你是葡萄园的主人，你会安怎呢？若是我可能心内真郁卒，心情真无好。我用遮尔长的时间，遮尔辛苦的工作甲付出，我心内所想的是迄个丰盛的作物，我想的是将来会使享受这个甜蜜的果实。我咧想的是将来这个收成的时，我会当做什么？不过，结果却毋是哪亲像葡萄园主人所想的同款，差了伤多啊！以赛亚，伊将犹大比喻做是葡萄园内面的葡萄树，上帝是葡萄园的主人。伫迄个时刻，伫旧约的迄个时刻，犹大虽然是上帝亲身所看顾的。犹大是上帝恩典的保护的内面，却是犹大会坠落悖逆，做逐项的罪恶的事，以及伊离上帝公义远远。伊所呈现出来，毋是上帝所期待迄个美好的生命。所以，以赛亚咧讲，所结出来的果实，哪亲像无人管理？哪亲像伫野地内面生出来迄个真酸真涩的果实？我会记得我伫新学院读书的时，每一年伫过年前，就差不多伫1月份左右，校园内面的樱花就大开，迄樱花开了真水。不过樱花开了，这个花季结束了后，樱花树顶面就结真侪的果实出来。这个果实，我会当甲讲，伊是山樱桃。伫迄个时，学校内面的即个工友，伊就开始咧采收，伊就甲装在罐仔内面，要甲结做樱桃酒。这个樱桃酒呢，大约伫学期要结束之前的一届圣餐内面，就成做圣餐的酒的一部分。每一年樱桃采收落来。每一年结的迄个樱桃酒的味拢无共款，有的是会真芳真甜，有的呢是真酸真涩。当我正做牧长会，就是学生会的同工了后，我就去问学校的工友讲：，安那今年会较甜，明年的那会搁较前一年的那会较酸涩？了后，我问伊了后才知，会芳甜的樱桃酒，是因为伫迄年，学校的工友会先选讲即几丛树，甲选落好，然后
伫要结果的进程，就是开始开花的时，就开始修剪，要将迄个好的养分拢互伫留落来的即个花的结实的内面。所以经过将樱花适当的修剪了后，因阁放一寡肥料，那呢，迄年所结出来的樱桃酒，就较甜、较芳，就较无迄个涩甲酸的味伫个中间。各位兄弟，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自由，上帝互咱拢会当选择，咱拢会当决定咱要接受上帝的教导无？咱拢会当决定，咱要顺服伫上帝的命令无？咱拢会当决定选择，咱要伫上帝保护内面，咱要领受的恩典。你有决定要互上帝来带领无？也是咱会当决定讲，我要过家己的人生，我无需要上帝，我无需要耶稣，我无需要信心，我无需要别人的扶持甲帮赞。你的决定是甚物呢？当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住伫耶路撒冷甲犹大遮的徛起的人，恁对葡萄园甲我的代志来讲一寡道理的时，是毋是我无好好来照顾即个葡萄园呢？所以产生出来拢是酸的葡萄。我所期待迄个真芳佮甜的葡萄，到底伫倒落？了后，上帝决定要来处理即个无法度出产芳甜的葡萄园，伊要毁掉即个园，重新过来。所以，伊就大声将即个葡萄园四围甲拄条遮的架仔甲刷开，伊拆掉保护即个葡萄园的即个石头的围墙，伊互即个伫野地内面生活的遮的野兽进入到葡萄园来食葡萄园的果实，而且遮的野兽阁破坏、糟蹋遮的葡萄甲葡萄树。上帝要毁掉因，伊嘛无要阁整理遮园内的草，要互地面上发出真侪无共款的物件，互遮的草啊来互葡萄无法度生存。伊无要修剪因，互因自由去生长，无要阁超土压肥。上帝互即个葡萄园要成做芳园，生满了即个气魄。互伊无法度生长，嘛无互天落雨，互遮的葡萄无法度得到遮养分。这个是什么款的情景呢？上帝拄起篱笆，要互以色列人受到吞灭。上帝收回伊的保护，要互以色列人走着吞塌。上帝要互以色列人芳园，伊无阁照顾伊；上帝无要阁经营啊，嘛无要阁保护因啊。上帝无要互云落雨，来表示上帝不再供应伊。上帝对以色列人失望，决意要甲因拆毁。拆毁了后，上帝的期待是重新开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期待是安尼，那呢？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期待是甚物呢？当以赛亚领受上帝的话，伫还未成做先知进前，上帝伫第1章到第5章，爱以赛亚发出有关以色列甲犹大的信息。咱若对今仔日第5章第3节看到上帝爱犹大国好好啊看家己，而且爱评断迄个是非，要互犹大无法度讲我无做这项代志。上帝伊伫即个葡萄园的比喻内面，伊是一个真专心尽力的好的即个正直的人，因为出现即个想未到的结果，伊有失望。
上帝对犹大失望，真做转化变做一个真受气，因为公义无互实现。无论安怎，我想对过去、现在到未来，上帝所期待一直无改变。以色列是上帝的葡萄园，犹大是上帝真细腻咧照顾的葡萄树。北国、南国，拢是上帝所期待的。所以，上帝对因的期待是爱因行正义的代志。不过，所实在的状况是，伫因的中间发生害人流血的事件，一直咧发生。上帝期待因的行为会当正直，不过伫因的中间，四国人拢咧话讲因受到冤屈的声音。咱若对原文来看，公平正义也是公平，伊的发音甲即个害人流血是真同款的音。正直也是咱讲的公义，甲即个受到冤屈的即个声音，因的发音也是真同的。即个就是一个文学的手法，是要甲咱讲，咱人实际上所行出来的行为，甲上帝所要求的有真大的无共款。听起来敢若是共字的音，总是实际上的意思是差了真远。阮有时会去 Costco 买葡萄，看到真侪迄个无籽的葡萄，特别是迄个青的葡萄吼，阮较爱食。有时去到 Costco 就真欢喜，看到葡萄就甲买转去。大多数是迄个拢真甜吼，我想咱若有去买过，拢知影真甜，真侪汁，真好食。阮就真紧买转来，就食了去啊。不过有时会买到迄个佫酸佫涩的，伊呢就互我放喺冰箱内底一段时间，豆豆食，豆豆食。若是迄个时阵去到迄个卖场的时阵吼，伊若有咧试食落食者，袂歹，就甲买转去。咱去买物件，咱拢有一个期待，期待是佫甜佫侪汁的。上帝对你我的期待，甲当时对以色列犹大期待是同款的，也是无同款的。我相信上帝期待咱每一个人，爱亲像结实累累，迄个每一粒葡萄拢真大粒，然后真香、真甜、真侪汁的葡萄同款。因为我相信，咱拢无愿意变做迄个真细粒、佫焦、佫无汁、佫涩、佫袂香的葡萄。虽然以色列、犹大是无伫上帝期待内面，以赛亚嘛安尼宣告啊。所以，伫今仔的经文了后的第8节，上帝指出因每一项的罪行。不过，伫这中间，上帝依然爱伊所做的子民，上帝期待因悔改，回转到伊的面前。咱每一个人，拢伫上帝在正的内面。当咱来看现主时咱的生活，看到咱台湾的局势，咱看到疫情的发展，咱看到社会经济的变化，咱用台湾的经验来看世界的时，我就思考到，上帝实在是真恩待咱台湾，以及咱伫这个地面生活的每一个人。伫经文内面的葡萄园、葡萄树，是咧讲到以色列甲犹大，其实嘛是咧甲咱讲，咱伫上帝在正的内面。那呢，上帝互咱每一个人自由的意志。若是你的目标真明确，就是你的期待真明确，而且你的这个目标甲上帝的方向是同款的时，我在想，
咱就是活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咱会达到上尾迄个奖赏的终点，你会得到迄个祝福。若是你甲上帝方向无共款的时，你需要来向上帝祈求怜悯，互你智慧，互你气力，互你才情，会当找到甲上帝心意共款的性命。上帝非常疼咱每一个人，上帝非常渴望咱结出一个好的果子。上帝会当供应咱的，伊一定拢供应。但是伫经文内面，咱看到葡萄园却无结出伊所爱的果子的时，我咧想，是因为这个葡萄园，因无法度看到上帝供应伊，因无法度对上帝供应内面得到满足，因颠倒去追求其他的物。今仔日，咱是安怎看待家己的呢？上帝予咱已经真充足啊，咱是毋是还佫会去埋怨上帝呢？我想上帝期待咱的是活出，用咱的生命活出正义、公义、公平，因为上帝疼咱每一个人。今仔日咱要举行圣餐，伫咱咧领受的时阵，毋那是领着这个圣餐，咱是领着伊的恩典。那呢，我要邀请大家伫确定爱圣餐的时，当你领着饼，你领着杯的时，你爱思考一项代志，就是你要安怎活出上帝所期待的生活。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伫你面前，你对于阮的期待是无改变的。只是阮有时受到侪的因素，阮煞无法度真正牵调伫你的应允的内面。愿主帮助阮，时刻提醒阮，互阮咧读圣经的时，去反省思考上帝要对阮讲的话。帮助阮活出一个公义、正直、公平、正义的生命。上帝，愿知你让阮活出这款的生命，是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愿同心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同心领受圣餐，请咱来献开圣诗361首，圣诗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咱坐咧吟就好，来吟全首。咧吟的时，请服侍长老准备。
听主耶稣对回应伊人所讲温正的话。伊讲：囡仔着我为重担，着就分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分人的，就分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分我的人决断无去杀伊。咱来听主耶稣说伫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你，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看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到伊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面，又摕饼祝谢，在即时，咱用伊的名来做伙来感谢上帝。全能的主上帝。阮即是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信心来圣白阮，也圣白摆咧伫你面头前遮所有的饼甲杯，互阮领受了后，阮因为信有份伫你的身躯，互你的身躯甲宝血来洗净阮一切的污秽假善。因为对你的恩典帮赞，互阮会当成做属灵的朋友，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中间来成长，互阮伫阮的生活中会当荣耀上帝的名。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
咱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疼痛、平安，甲咱做伙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感谢全能的上帝，因为你对阮每一个人的疼痛是极大，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互阮会当明白你疼阮，你爱阮，互阮知影圣囝奥妙身体，阮是伊的一部分。愿主继续看顾阮，接纳阮。互阮会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互阮会当荣耀你的名。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下面金圣诗，金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伫伊面前着恬静恭敬，心肝着谦卑承受真理，称谢阿罗伊极大的慈悲。上主上帝全智，伊恩典无限；主上帝至大，伊赐福予咱。请起立，念全首。请坐。下面奉献，咱今仔日的奉献有2遍，第一遍是圣餐的奉献。
接续是礼拜的奉献。请坐。下面报告，伫报告以前，咱来读金句。那今仔日的金句读2摆。金句，请。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下面圣工分担。下礼拜圣工分担，请大家家己看吼，有服侍的同工，请8点半的时阵到教会来集合。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潘美艳长老。查经的内容是但以理书第2章。后礼拜主会主理是柯牧师，经文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题目是捆绑。圣诗起英文甲金句，请咱事先来备班。下面咱先到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圣礼典。咱今仔日的圣礼典是为着奉献予咱总会平安基金会平和办事处的福音的事工，请为平和办事处的福音事工来代祷。第2点，成立主日学，今仔是第6课，第6课10点40伫旧堂，题目是甲主三拄伫北大年。第3点，今年邀月礼拜9月25要来举行邀月礼拜。报名截止是到8月24，若是要报名，赶紧；若是已经报名，还未缴费用的，请会后才交予文宏长老，还是教务处。第4点甲第5点是书记福音队少年团契生活营，伫8月18，8月18到21是福音队，马拉团契甲少年团契伫桃园巴陵教会有福音队。
求主看顾保守，即咱事先的遮筹备会拢真当顺利嘛，速平安甲运输，互福音都传播福音的脚力。生活营有阮伫巴林教会伫即个期间有即个生活营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伫营会期间的出入平安，同工甲学员伫信仰顶面会当成长。第6点是初阶中级训练会，8月27号9月9点到12点10分伫大场行教会。若有要报名的，则向咱中级会书记运如指示来报名。第7点拜三查经祈祷会，咱目前聚会内容有改每整卷书卷来查经啦为8月开始，咱顶礼拜是为但以理书第1章，即礼拜是过来接续，即礼拜是第2章那请兄姐来备办心来参加。第8点，台北中会举办的净滩活动日期是9月24上午10点，费用200块。报名截止日是8月21，若要报名伫1楼迄1楼甲干事书房来登记甲缴费。第9点是生囝恭喜，咱本会孙兰兄甲镇会长老的大后生张庆明弟兄新妇黄子韶夫妻已经8月7日有喜获男孩啦妈妈甲伊的拢真平安，咱嘛甲因恭喜好。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咱伫暑假无福音队会出队。今年玛纳团契甲少年团契因合办，所以咱为着因的福音队，咱嘛祈祷差不多个月尾后礼拜拜4开始，因就要出发，要去到桃园的巴林教会，所以。牧师即时要邀请遮所有的同工来到台前，咱要为因做一个祈恳以及祝福，互因伫手中所做工以及因出入拢有平安。所以请福音队所有遮的同工，咱来到台前。都到了吗？所有人都到。没到就不用到了。还有几位因为有一寡代志，所以这个时期无到真特别的是，老师咧讲启应文的时阵是去年10月份去讲启应文。大家还会记得拄则咱启应文咧读啥无？以赛亚咧讲，我伫遮请查看我。伫去年也毋知咱福音队伫即个时期要出发，我想上帝咧提醒咱，也是要互遮青少年伊所要出的福音队，打亲像以赛亚咧回应上帝同款。我伫即个所在请查看我。咱做伙你若会当，也是你有即个感动，咱会当举手来为因祝福以及查看。咱即时来为因祝福甲查看。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很感谢你。你互玛纳团契以及少年团契遮的青少年，因伫信仰的培养的内面，一天一天中大汉。伫即个时期，那亲像保罗咧甲提摩太讲的，毋通互人看做你是少年，因为恁有上帝遐来的智慧。稳定，恁有上帝享受的能力甲开力伫地。愿恁亲像以赛亚咧回应上帝共款，我伫即个所在，请查看我。愿主看顾福音队伫8月18到21，要伫桃园巴林教会即个部落内面做美好的工。虽然伫筹备的过程中间，阮有一寡失落。总是上帝你满足了阮的欠缺，愿主亲身赐福伫因的身躯顶，互这阵福音队的勇士为主来征战。当因离开文山教会去到巴林教会的路上，拢有上帝你的同在看顾保护。愿主赐福伫这福音队，会当对福音队的服侍内面，互这阵。同工因的性命得到更新，互因的性命得到祝福。愿主赐福伫因的内面。
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用拍鼓鼓励因。咱这礼拜依然要为着两个家庭来关怀代祷。第一个家庭是吴小忠兄弟，小忠兄弟，伊要代祷感谢的是感谢上帝，互伊的一生拢有上帝保守看顾，互因拢安然平安。第二要为伊的囝儿会当早日活转到仰望上帝，互因的工作平安。为着这两个孙要进入到新的学习的阶段。求主赏赐用威用仪因有智慧，学业会当顺利。嘛，伫疫情的中间，看顾因拢有平安。第二个要为着子贵甲血爱姊妹因的家庭来代祷互因会当身体健康，祝福伫因的囝儿的工作会当顺利，时时刻刻有上帝同在的稳定。咱即时刻当心为着这两个家庭来代祷。全然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要为着小忠兄弟，阮恳求你继续看顾伊。过去伊的人生每一个阶段，主拢甲因指点，互因每一届、每一个时刻，拢领受到对上帝下来的疼痛。看顾伊的囝儿会当伫上帝你的稳定内面，来克服、来认捌你，互因来倚靠你，祝福伫因的工作顶面。拢有真顺利平安，看顾用威用仪因伫学习的顶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拢帮助因，互因所学习的真侪将来的所用。看顾伊的中间，因的出入，因的身体，拢有勇壮健康。愿你嘛看顾伫自贵兄弟甲爱学姊妹因的家庭，祝福伫因的身躯顶面。拢有上帝指点，互因出入平安，因的囝儿事事工作顺利。愿这两个家庭所代求的真侪澎湃的罪，伫你的面前，愿你一干力照着你的旨意来行。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上。介绍新朋友。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真欢迎今日有，我用华语讲好了，林习川弟兄跟王秋段姐妹，我们请起立。因夫是因为因的查某囝，林小涵姐妹，也是好，嘿。好，谢谢，请坐。就是是因的孙就是已经在主理咯，其实拢有来，今个有伫咧头前献诗安尼，真欢迎。因进前是伫咧南投水里教会，水里台语无讲清楚好，真欢迎。因即摆住新店，所以真欢迎以后有机会会使定来甲咱做伙聚会。好，以上敢有人无介绍着？好，咱即时来吟诵要编的诗，新生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
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